欢迎使用信网的台语客语输入法，请照你的电脑系统下载适当的软体来安装。软体安装了后，咱来拍字盘，伊的配置会出现繁体台语，还是 NLD 荷兰文台语，选用任何一种拢会使。拍字盘选好了后，电脑的荧幕正面下骹会出现工作选择的bar，预设 default 是台语，次向下箭头会使改做客语。请试选字通设定，若选汉字还是白话字优先，若毋是优先的字，你要选的时阵就爱试 Shift。过来就是这输出模式的设定，你看你要想要拍白话字，还是拍教育部的台湾老话。第三项特殊的就是咱这自定词库，你咱看下面下一页说明第四，这选字通的字形，伊照咱喜欢的字形来选，若是迄大细，拢会使家己来设定。第五，这个自动调整候选字的顺序，咱已经设定拢有预设拢有够，就是讲你较食拍的，伊会走起来上面顶互你较容易选的，较食拍的字。过来就是第六，这个要拍鲁味汉字加读音，咱再来校选。这个注音就是讲你拍输出的时阵，你若有校选，你就看要汉字先伫头前后壁挂符即个罗马字，还是讲你若设定罗马字大声的时阵，白话字大声的时阵就白话字先出来，后壁挂有汉字安尼真好用的。自定词库就是伫内建词库无的字，会使直接增加。第二就是直接增加日语还是客语的用词字了后，咱要拍日语、客语就免我去另外切换的。第三就是讲，这个会当记录咱的，像讲网址啦、密码啦、地址啦，这拢会当记录伫这内底，到尾要拍就遮方便的。过来第四就是讲直拍的话句，就讲祝你平安喜乐，这就是敢若是字，CH 用字来代替拍是字，你就会当拍遐字出来，免一字一字去拍。过来直拍的话句，就讲你若拍 HKTV，伊就是客家客家电视、客家 TV 安尼，你甲登落，到尾拍就方便咯。其他的个人资料嘛拢会当直接记录的。伫即个上面顶即个密语到上尾下骹，这是即个指令毋好去甲震动伫这内底，咱要增加，就是甲头前你想要输入的即个字拍落一个 space，了后你想要啥物会出来，就甲拍者，就拢会当用安尼，真方便嘞。
这个输入法会使当做学习白话字的工具，就讲咱拍袂出你要爱的汉字，就表示讲你输入的白话字毋对。哦，你去查字典了后，就拍，你就学会晓诶。啊，第二就是讲，台语文有变调，啊，白话字是字，所以拢着用标本调。你嘛毋知本调是第几调诶时阵，会使拍 question mark， 哦，啊伊就会输出你要爱诶写诶字出来互你看，啊，你着去看看，这字啊伊诶调号就是几条安尼吼，真好变。来见思考有寡错误，感谢阿勇为咱写即个程式来更新修订吼，啊顺续增加即个TOZ，就是台湾字无连字符的白话字，即个新的功能真好用。输入要领，第一汉罗输入法，按白话字也是台湾罗由在你汉罗输出，伊个罗马字也是汉字由在你境。第二转罗输入法，白话字台湾罗由在你，转罗输出，白话字台湾罗由在你设定。三单字输入照罗马字加调号，啊若双字词呢，照罗马字，但是免调号，啊免鼻空音，NN。三字以上的词会当输入每一音的头一音字母，像讲 SKTH 就是成功大学，啊 KHGSVA 就是客语信望爱。第四，自定思考会使用 CE 来代替 CH， 用 C 代替 CHH， 安尼会当来节省输入的时间。多谢，努力，按出说，祝大家母语大进步。